台语真能动，愈讲愈能动。大家好，我是边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酸。全世界影音产业因为足侪线顶平台，互全世界观众朋友拢看到。即马有足侪，譬如讲 Netflix、Disney Plus、Amazon，我做想要足侪平台拢订，足侪人下班像我，是咧追剧。所以咱今日要推荐2部剧，一部是新的，一部是旧的。今仔新的这部啊，就是《台北女子图鉴》。袂报吼。对，还袂放送。不过即马伫坐云站就会当看到伊的广告，就是你伫哪线的时阵，坐云就会当看到《台北女子图鉴》。我迄当时看到这个广告，我想要翕相互你看。啊，真的哦。我感觉我足期待这部。为虾米？咱慢慢来讲。因为《台北女子图鉴》其实是对东京女子图鉴所改编的，而且伊的内容啊，主要就是讲一个嘛是住伫台南的永康的一位小姐，伊叫做林依珊。伊一个人来到台北打拼，包括讲伊一开始去找头路的时阵有互录取，一开始的迄种真欢喜的感觉，佮有包括讲伊互死头路的迄种失落感，佮有讲比如讲伊拄着爱情的时阵，伊毋知影爱安怎去选择。就是咧讲迄款一开始你打入一场的时阵，你伫遐走踪啊，少年人伊慢慢开始有一淡薄变化。像我含你，还佫有故事内底的林依珊来到台北做工课，像咱安尼。为南部、中部到台北发展的人看这部戏，我感觉会足有感觉的。比如讲，像我有当时家己一个人做工课的时阵，或者是讲伫日常生活当中拄着啥物款无顺利的代志，就会感觉讲啊，等去到厝内敢若家己一个人。所以有当时台北就是足侪外地的人过来。对啊，离乡背井的一款上阵，像我一开始会讲，我来台北拍拼，我要出头天啊，我要趁大钱，我一定会成功。不过你其实来到这你会感觉台北永远拢袂是我的厝，我的家，完全毋是。伊是你的家，敢会是你的牛？讲生笑的啦。卡！我知影啦，就是无归属感的感觉。另外，佫有一款感觉，就是讲钱开足紧。啊，你啊细厝，倒去像你头讲，倒去就是冷冰冰的一个眠床，无其他人会当互你温暖。像我我以前伫台南的时阵，读册倒去到厝，爸阿母就是讲食饭啊，就伫遐炒菜，可能老母伫遐炒菜，迄种烧滚滚、热乎乎的迄种感觉，这种感觉伫台北完全看袂到。啊，毋过咱即马搁要转来讲这个台北女子图鉴，伊除了讲头拄仔讲的迄个女主角林依珊，伊的演员是桂纶镁以外，另外搁有真侪拢是真大牌的演员，比如讲搁有天心、杨金华、林柏宏、张浩全、王碧杰。伫个艺歌当中你会当看到伊有一寡台词，譬如讲伊有一句就写着讲咱伫即个城市内底，拢在找家己的模样。啊，搁有女主角伊就家己问家己讲我有变成我想要变成迄个模样吗？要毋过我先讲伊伫剧内底拢是讲华语，要毋过伊遐个台词变做台语了嘛是足有感觉的。所以搁要来讲另外一出戏，就是最近拄好有一件国际上的真大件的一件代志，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伊过身的这件代志。其实已经96岁，算是伫英国这段期间，伊是在位统治上久的一个统治者。所以讲进前就是有一出戏出叫做《王冠》，就是改编伊在位这70年以来所有的代志。这出戏啊，等于是戏剧化来呈现出女王的特质。我伫2年前我才开始看，我看第一集了，调的啊，用1礼拜、2礼，唔知几礼拜的时间，就甲第一季看到第4季看了。所以伊这个故事内底，这个女王经历过足侪重大的代志，譬如讲戴安娜王妃的这个事件，还有伦敦的大梦事件，足侪英国重大的事件，伊拢经历过。还有讲伊在位的期间，经历过足侪首相，譬如讲足有名的丘吉尔，还有足有名的柴契尔夫人。演员的对话会互规个剧情变甲足精彩，因为有当时话内底敢若有钱，伊咧写来写去迄种感觉。而且这出《王冠》啊，伫真侪奖当中，伊嘛是得到艾美奖啊、金球奖。希望后续伊的第5季能紧出来。听讲伊即马咧翕嘛，因为是英国女王过身的关系，所以伊即马停起来，先无翕。啊，等即个过程过了伊才开始搁甲女王的故事继续落去，大家人去看卖。后回这时间继续看台语真能动，拜拜。